龙兴国小校园被称为桃园最美的客家校园，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独特的客家建筑。仔细看，正向大家解说客家建筑之美的导览员可不是老师。古代中国很喜欢用这种竹子的意象来做成窗格子。龙兴国小培训了好几位小导览员，每个都很有架势。客庄建筑的深刻意涵，他们谈起来深入浅出，学弟妹们听得很入神。3个拼凑在一起的话，就可以形成像这种人字形。然后，如果5个拼凑在一起的话，就可以形成一个庆字形，有和府及庆的意思。别看小导览员庄玉溪谈起客家建筑，引经据典，大方稳健。以前他可是十分害羞。我在介绍的时候，有一次就是漏掉一大段，然后就不敢再讲出来了。因为我原本很胆小、emo，但是我受到很多训练和努力后，我变得更有自信。训练胆量不怯场，庄玉溪比别人更努力，利用课余时间找同学加强练习解说内容，更经常请教老师，就是要把每一个典故都了解清楚。什么是丁，什么是顺？好，来你看哦，图片里面像这个砖块，它是红的，我们就称它叫做顺。透过客庄建筑导览课程，接受客家文化的洗礼，更重要的是教学相长，学会建立自信，替未来的人生打下最坚实的基础。上课喽！emo 当，emo 当，emo 当。